6月军来大酒店待着，5星级别针，住2日天，吃6顿，觉得4把酒的酒，真的了大个家。来打我来噶？跟我走，看一看。哎呦，我跟你是1人1个房间啊。肯定的，那当然。到现在没发现电梯嘛？真没发现，你看看。哎呦，今天我幸亏没带箱子。对，其实刚才我说了这么一句，你应该马上接下来讲了。带了箱子没关系，我跟你提，那不就这个？看来我这个情商是不高的。对，你这个情商，你就刚才应该主动跟我讲，你跟我提，对吧？对，你看你这个人，小代己，喜事优先。哎呦，多少啊！设计的不得了，这床就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应该把我们家老刘一起叫来。这个床太大了，我先看看有没有牙膏、牙刷。第一次看见挂在这个上面，哎，看来我是孤闻寡录，出来的太少。反正以后我跟了你了啊，游遍江浙沪。哎呦，外面青山绿水外，看看有没有帅哥。大雨天应该没帅哥的，帅哥在房间里。哎呦，这个楼梯感觉好的哇，旋转楼梯，而且这种楼梯吧，我在自己家里一辈子也享受不到。合影的最佳场所。小弟在家，是吧？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怎么小弟不是的，我后面才是吃的啊？什么意思？总经理茶室啊？啊，进来就是一股茶香味道，神清气爽，无限接近大自然。这就是大自然变成了黑色之后的样子。刘家的总经理就是你啊！刘家的总经理是小刘，是我们家媳妇王母娘娘。小弟总经理是吧？戴总，你应该叫我戴总。戴总您好，再叫你啊，戴总你好。等一下总经理来了，告诉我一下，不让他看见我坐在他位置上，不好意思的。喝这个茶必须心无杂念，这是一种沉淀和学习，不能想着小刘，更不能想老刘。小红书